睇下汪達今次又會穿越咗嚟邊度？啊！怪物啊！原來佢怕光㗎！救命啊！唔好引佢入嚟啊！係啦，呢個係傳送裝置啊！從最初嘅 Polly Pocket 到萬能麥斯，再到迷你先鋒，再到其他好多唔同類型、唔同題材嘅口袋玩具，我哋呢啲80、90後都總算經歷過 Micro Playset 呢類型玩具嘅巔峰時期。估唔到事隔多年，可以見到各人延續呢個玩具香火啊！好榮幸咁地同大家介紹由我嘅好友設計師棉烤神為大家帶嚟嘅呢款 Wonder 第一彈卓伯卡布拉基地。考慮到眾多收藏家嘅需求，玩具配備專用嘅運輸箱保護包裝，同時考慮到大家拆玩具嚟玩嘅時候會整爛背板，所以會另外附贈一塊完整嘅背板，以便大家收藏。考慮到傳統嘅吊卡玩具只可以掛喺牆上，會喺吸塑嘅底部特登做咗一個承托嘅位置，所以完整嘅包裝唔需要借助其他外力，亦都可以直立展示。有多一塊背板嘅加持，我哋就可以好放心咁暴力拆包。卓伯卡布拉又稱莫卡吸血鬼，係傳聞中存在於美洲嘅吸血動物。會吸食山羊、奶牛呢類加速嘅血液。盒子嘅外觀就係參照咗呢種傳說中嘅怪獸嚟設計。打開盒子可以見到汪達今次冒險嘅地方係一片神秘嘅農場。汪達發現喺圍欄之外有一隻蜥蜴狀嘅怪物正喺度吸食奶牛嘅血。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汪達為咗躲避怪獸嘅追逐，逃入遠處嘅農舍。農舍入邊竟然隱藏住一個外星人嘅基地，原來呢度係外星人用嚟研究卓伯卡布拉嘅地方。喺設定入邊，卓伯卡布拉係害怕光線嘅怪物，所以喺第一彈入邊標配嘅汪達人仔會係一個手持手電筒嘅造型。喺迷你場景入邊，一共有2個可以固定汪達人仔嘅卡槽，喺農場同埋農舍入邊嘅基地各一個。而呢2個卡槽亦都適配我哋老版本嘅麥斯人仔，可以跨越時代一齊冒險啊！見到呢個迷你場景入邊咁細緻嘅塗裝，就算唔肯幫我點，都要幫棉烤神點翻個拉啦！收納嘅時候，汪達要固定喺場景嘅下邊，外星人則要固定喺甲板嘅位置，並且面朝內側。佢嘅背脊喺合上盒子之後，會成為卓伯卡布拉大頭嘅左眼。迷你嘅卓伯卡布拉要放喺場景嘅前端，至於佢向外伸出嚟嘅尾巴會成為卓伯卡布拉大頭嘅舌頭，背鰭則會成為大頭鼻哥上邊嘅尖銳骨刺。今時今日仲可以玩到設計同埋質素咁好嘅懷舊香玩具，仲可以去邊度揾啊？快啲去各大平台搜索漫遊者汪達，訂翻一隻，再慢慢等待後續嘅新品啦。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。我哋下期再見。